Hello, Shalom， 大家好，在我呢度好，我相信世界要得上帝嘅恩典，世界要平安，世界要和列點中要通列嘅短短嘅上帝嘅話語，都係上帝嘅恩典最大本向弟兄妹們。上帝嘅話語講，在雅各書第4章第8節一下嚟講，自家去懇求上帝，上帝都懇求自家，懇求上帝意思嚟講，譬如用威嚟講啊，自家係仰慕上帝，上帝都仰慕自家，心中有上帝，上帝嘅心中有自家。當上帝嘅心中有自家，自家嘅心中有上帝啊。羅馬書講啊，所以羅馬書第8章第31節咁講，係講上帝在自家裏殺。來生能夠對付自家，如嘛嘅生死能夠對付自家，表示嚟講，上帝要仰慕自家，自家要仰慕上帝，上帝要幫自家，上帝要夾自家統齊，就上帝嘅統齊嚟講，要嘅乜嘅問題能夠對付自家，冇一個意思嚟講，冇能夠對付自家一切一世間嘅困難，世間一切嘅問題，因為上帝要自家嚟殺。我上次間仰慕上帝嘅人啊，我都係講啊，自家都。當時間仰慕上帝講，自家要信心強毅，自家唔係人問惡，要生死嚟，要問題嚟，要病痛嚟，自家嘅心中唔係人問惡，自家嘅信心都唔係人問惡下去。自家仰慕上帝嘅人啊，自家都表示自家要有渴慕嘅心，要有妒忌嘅心對上帝，就自家要用渴慕嘅心、妒忌嘅心對上帝啊！我相信上帝要照顧自家。佢嘅母主要看顧自家，佢嘅母主唔是病嘅自家，因為自家就係佢最錫嘅。我今日嘅禱告本向弟兄妹，要乜嘅問題都好，要乜嘅生死都好，要乜嘅病痛都好，在耶穌的國裏面，一個平上帝嘅你同在，一個平上帝支持你，一個平上帝本你先着100%，透過耶穌基督嘅名，一個平一個身體得健康，透過耶穌嘅變相，一個身體得到健康，一個問題得到上帝開路。上帝嘅平安充滿落一個心中，上帝嘅快樂要充滿落一個心中。在耶穌基督嘅名，自家都係禱告，自家都係感恩，自家齊齊講阿們。